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阮兜这丛树啊，这丛呢是酷莱啊树，听讲伊已经有50-60档的历史啊，甲阮爸母差不多老无啦，我是讲差不多大啦。伊逐档拢会发足侪酷莱啊，互阮兜食。毋过今年因为加州欠水，所以阮拢无咧压水，嘛无咧压肥，所以今年收成无遐好。毋过嘛是有哦。所以今仔日我哋要带大家来挽酷莱啊！因为这丛树啊，遮尔啊悬，所以咧挽酷莱啊的时阵呢，我拢会惊。这支咧挽果子的工具，即马大家就对我来挽酷莱啊！嘿嘿，我挽到一粒啊！我伫迄顶悬发现几落粒，毋过收悬我挽袂着，所以我就去搬这个马椅，我徛起哩就挽会着啊！哦，这粒不哩啊大粒呢！我搁挽着2粒啊！一捆挽4粒。我今日拢总挽10粒，有诶个不哩遐大粒，毋过这个青青定定也袂使食，爱加放几工啊。另工我才来甲大家分享我安怎食诶。好，这酷莱啊软就会使食，这有真侪种食法，有人会用牛奶落去加酷莱啊牛奶，有人会用青菜水果落去做沙拉，伫一寡日本料理店，嘛有人会起来包伫寿司内底。啊，即摆Lisa要提供2种平常时我伫厝里食酷莱啊的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加切片，然后安尼直接食。嘛会使用一寡豆油、甲 wasabi， 安尼甲酷莱啊当做沙西米，安尼混豆油甲wasabi 来食。这是上简单，嘛是我平常时上爱的一种食法。好，啊，第2种就较费气淡薄，毋过嘛介简单啦，就是甲葱头甲柑仔米切细块，然后甲酷莱啊做伙放入去一个碗公内底。然后淋一寡柠檬，啊一寡盐，搁有胡椒，然后
加辣辣的。甲辣好椒，变做酱就会使哦。气味袂歹哦，是毋是介简单啊？这是一种墨西哥料理，叫做 guacamole， 这当摕饼粉来食，嘛会当甲胖馒头来食，可以当放伫饭胖这物件顶悬做伙食，毋过会肥死哦。若是有在减肥的人，就无建议安尼食。好，以上这两种口来的食法，推荐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我就把市站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袂另外观众朋友们为这期间订阅的方面线都按就属影片封闭哦。另外嘛，为这赛活完这轮跟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爱嘛，下一个节目再会。